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7月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0篇，耶利米书23章16节到22节，马太福音第10章16节到2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进入狼群。美国的黄石公园于1872年建立的时候呢，以这个黄石公园为中心的几个州，包括呢蒙大拿州、怀俄明州，还有爱达荷这几个州的灰狼，因为农民们的捕猎，所以就变成濒临绝种的动物，野生动物。一直到1926年，最后一只野狼被射杀之后，正式宣告绝迹。1973年呢，美国呢通过了这个濒临物种法之后，黄石公园重新引进育种野狼的计划也渐渐的变成了可能。1995年，灰狼正式被野放在这个黄石公园里面，曾经高达有200只，到最近呢，大约还有124只，分为11群的狼群。根据研究，因为狼群的捕捉能力，使得包括美国野牛群以及众多的这种野生动物生态都改变了。不但如此，连那种植物的生态也因为灰狼的再现，影响了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，因此也改变了植物生长的环境。可见野狼的攻击力以及影响力是多么的大，也是众多野生动物所担心、所害怕的。这是真实的自然环境。在信仰的生活当中，在圣经里将恶势力呢都比喻成为这个野性动物或是撒旦的权柄，因此人们需要上帝的保守，才能得到真正的平安。耶利米书23章16节到22节，先知这样说道：上主万军的统帅对于耶路撒冷人民这样说：不要听信这些先知的话，他们给你是虚妄的这个希望，他们凭着自己说妄想，说预言，不是传达我的话。他们不断的对那一些不肯听从我的人，万事如意。又对那些顽固的人说：你们不至于遭殃。我说，其实这些先知当中，没有一个人曾经站在上主的天庭亲自听他说话，没有一个人听从他的话。瞧吧，上主的震怒像强烈的旋风，在坏人头上旋转。上主的愤怒将继续，直到他完成自己的一切计划。那时候他的人民才会完全的明白这事。上主说没有差派这些先知，但是他们到处跑。我没有给他们信息，他们却擅自说预言。如果他们曾站在天庭接受我的话，他们就会向我子民传达我的信息，使他们离弃邪恶，不做坏事。我是无所不在的上帝，没有人能够躲避我，使我看不见他。难道你不晓得，无论天地的哪一角落，我都在吗？我听见那些先知用我的名骗人，他们自称为在梦中得到了我的信息。那些先知撒谎，把我的子民引入了歧途。他们骗人，要骗到几时呢？
当时候耶稣基督要差遣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就告诉他们要进入狼群之中。这是在预表耶稣基督的门徒们，他们将会要面对许许多多的困难，因为将来要面对的环境就如同面对豺狼一样的困难。马太福音第10章16节到25节经文这样说道：要留意，我派遣你们出去，正像把羊送到狼群当中。你们必须要像蛇一样的机警，像鸽子一样的温驯，当心有人要逮捕你们，带你们去上法庭，在他们的会堂鞭打你们。为了我的缘故，你们将被带到统治者和君王面前审问，向他们和外邦人见证福音。你们被审问的时候，不要担心说什么或怎样对答。那时候上帝会指示你们该说的话，因为你们所说的并不是自己的话，而是你们天父的灵借着你们说的。兄弟要出卖兄弟，置他们于死地。父亲要这样对待儿女，儿女要跟父母作对，并且害死他们。为了我的缘故，大家要憎恨你们，但是那忍耐到底的必然要得救。他们在这城里迫害你们，你们就逃到另外一个城去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还没有走遍以色列的城市，人子就要来临。学生不高过老师，奴仆不高过主人，因此学生的遭遇要跟老师一样，奴仆的遭遇要跟主人一样，也该满足了。因为如果一家的主人被叫做鬼王别西卜，家里其他的人岂不是要受更大的凌辱吗？耶稣基督是在提醒他的门徒们，警告他们必须要谨慎警醒，并且以祷告来帮助自己。诗篇140篇：上主啊，救我脱离邪恶的人，求你保守我免受强暴者的残害。他们一心涂抹邪恶，整天制造纷争。他们的舌头像毒蛇一样，他们的嘴唇像眼镜蛇，含有毒气。上主啊，救我脱离邪恶者的权势，阻止强暴者要打倒我的阴谋。狂妄人张设罗网要害我，他们设好了圈套，沿路布下陷阱要捕捉我。我向上主说，你是我的上帝。上主啊，求你垂听我求助的呼声。至高的上主，我坚强的拯救者啊，你在我的战场上保护我。上主啊，别让邪恶的人实现他们的心愿，求你使他们的阴谋不能成功，免得他们自高。求你别容许我的仇敌胜利，叫他们恫吓归在自己身上。愿炙热的炭火落在他们的头上，愿他们被抛进深坑，永远不能出来。愿诬告别人的人永远不能立足，愿强暴的人被祸患给消灭。上主啊，你要维护弱小者的权益，我知道你为贫穷的人伸张公义。正直的人要颂赞你，他们要居站在你的面前。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是会碰到豺狼虎豹，但因为我们有主的同在与保守，所以我们就得以有平安与我们同在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